大人，人犯钱奎现已带到，请他进来。是。钱大人，请坐。钱大人，我刚刚去看过玉姑娘了。你觉着玉姑娘的相貌如何呀？我今天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话题。实不相瞒，玉姑娘替你说情，讲了你不少好话呀。你相信她说的话？没想到你宅心仁厚，竟也能扶危救困，倒让陈信小看了。我和郑天寿从来就不是一路人。钱奎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你救玉姑娘，当真没有非分之想？我钱奎喜欢玉姑娘，想和玉姑娘结为秦晋之好，也算不得什么非分之想啊。我绝不会强人所难，更不会乘人之危啊。你倒也算磊落。玉姑娘对你确实情深意重，想来你对她做的一切应该都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呀。我听玉姑娘说，你已经逃离了县城，为何又要回来？你既然对玉姑娘一片痴心，为何又要离开她？我家夫人田氏怀着我的孩子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就这么走了，于心何忍？钱大人，你既这般的有良心，可曾想过那些被水淹了家园、失了田产、丧了亲人的乡民吗？倘若你真的宅心仁厚，你为何不推而广之？妇人之父，子人之子，何不就此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呢？陈大人，你娶过亲没有啊？何出此言呢？我也就是一问，大人不便说，那就不说。本官并未娶亲。我听阿丑说了，说他姐姐英英姑娘对大人是颇有情意。钱奎，本官与你说的都是正事，你跟我扯这些干什么？那我斗胆问大人一句，难道大人就没有爱美之心呀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玉姑娘娴熟可人，与大人正可谓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大人您就不曾动过心吗？岂有此理！钱奎，本官与你说的都是人情天理，你不自惭自愧，反而胡言乱语，轻慢不公。你想用美人贿赂本官，你打错算盘了。大人您又错看我钱奎了。我实话跟您说吧，就是皇上看上玉姑娘了，我都不会轻易奉送。我钱奎就是个酒色之徒，一个美酒，一个美人，除这两样，我钱奎别无所图。陈大人，只要您不打玉蝶的主意，咱俩就有话好说。钱奎，你倒真是大言不惭呢。好，本官也把话给你说在明处，只要玉姑娘对你以心相许，本官概不干涉。只是，如果你不肯戴罪立功，终究难逃一死。就算你对玉姑娘一片痴心，只怕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。
好想想吧。大人，您能不能让我见一见玉姑娘啊？可以，明天我就让你们见面。不过这一宿，你可要好好想想了。哎，钱大人，大人您还有何吩咐？我这次下来银两带的不多，英英和阿诺住在客栈，无人照顾，店钱也快接不上了。我看玉姑娘住的宅子尚有几处空房，你看，大人您尽管住着，3个姑娘住在一起，英英姑娘就有人照顾了。钱大人，人都说你怜香惜玉，果然如此啊。好，我这里先谢了。陈大人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陈大人，求你开恩放过阿丑吧。殷姑娘，你是个懂道理的人，还是先把身体养好，日后。老四，等日后案情有了眉目，我保证一定在皇上面前替阿丑求情。只是皇上能不能开恩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老四，扶他们上车吧。陈大人，阿丑收的那些银子都在红三儿那儿，你去拿来，也可以替阿丑减轻些罪责。哎，哎呦呵，陈公子，您可回来了。我刚刚听说2位小姐不想在这儿住了。洪老板，多谢你让我赊账，不过银子恐怕你还得宽限我些日子。哎呦，陈公子，您说的是哪里话呀？您可是阿丑大人的表哥呀。再说阿丑大人可没少赏我银子，房钱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。你不提我还忘了，阿丑收的那些银子都是你给记的账。那是那是。好，明天你到县衙去，把这笔账一五一十的给我讲清楚。陈公子，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这件事儿呢是阿丑大人托我办的，我是不是得听阿丑大人一句话呀？你别老一口一个阿丑大人阿丑大人的，他那钦差是假的啊！你把那些银子都交出来，或许还能免他一些罪责。不是这，你要是替他隐瞒，连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不，我那个，那些钱我都交给阿丑大人了。那就把账目都交出来，明白吗？是，小人遵命，小人遵命。那个姓陈的手上没有什么货真价实的证据，再说钱奎拿得稳，再磨上他几天，他呀也就该收兵了。想和咱们斗，他还嫩了点儿。田老太爷、周大人，老爷，衙门里又有话传过来。说，下去吧。都说了些什么呀？
王观察派了8个人，姓陈的已经让他们接替了看守钱大人的狱卒。现在没有姓陈的点头，我们的人再也无法接近钱大人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快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老四带着玉姑娘回来了。什么？他还敢回来？现在在何处？住在钱大人原来安排的宅子里。姓陈的已经派了王观察的人守着。你的人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抓住他呀？门族根本就没有看到人，这消息是从衙门里面传出来的。郑大人，这个女人是不是你和钱奎争的那个人啊？你敢肯定，钱奎想把她收为外室？肯定没错，不然他也没这么大胆的和我抢女人呀。田庄主，你还蒙在鼓里吧？钱奎好酒好色，我是知道的。可是他一直对妍妍不错呀，恐怕是钱奎动了心了吧？依你看，姓陈的会不会打这张牌呢？果真如此，倒是拿了钱奎的要害了。我带几个人把这个贱人给抢回来。慢！硬抢岂不授人以柄？田庄主，我得向你求个情。周大人，你有什么话只管讲。这个姓玉的女人，你能不能答应钱奎，让她收为外室啊？这个呀，这似乎不妥吧？这个女人，你就不要再和钱奎争了。此刻咱们首先要稳住钱奎。田兄，给个面子吧。只要不让妍妍知道，我倒可以让一步。好，如此就好说了。先不必担心，明天我先派人把口信传给钱奎。等探明了姓陈的口气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李姑娘，只要你能让钱奎交代，我一定在皇上面前替他求情。大人，周大人来。他来干什么？小的没敢多问。吴权呢？在里边。玉姑娘，来看我们老爷的吧。尤儿，刚才我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听明白了？小的明白，只是现在看守钱大人的，是王大人派来的吴权，小的也不好接近钱大人了。尤儿，你应该是有脑子的，办法自己去想。不过一样，必须把话传到钱奎的耳朵里。小的明白。啊，你，哟，陈大人，下官不请自到，多有打扰了。周大人说哪里话？陈信有事外出，未曾迎接，失礼了。不知周大人有何见教啊？哟，岂敢岂敢！陈大人，钱奎的岳丈田庄主备下了酒宴，要给大人接风。
他怕大人不给面子，这不，特请周某前来相约。且不知陈大人肯不肯给周某这个面子啊？周大人，钱奎尚未结案，我看这顿酒就……陈大人，正为如此，下官觉着这一顿酒，大人是非去不可的。何以见得？陈大人，田庄主虽无官职，却是与名相说得上话的。大人将钱奎收监候审，总该给田庄主一个解释才好。要什么解释？钱奎做了什么，他不知道吗？陈大人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钱奎入狱，凭的只是大人的一面之词。要想让人家心服口服，总该有个解释为好啊。陈大人，您当真无话可说？甘心由着外人去传闲话吗？外人又有什么闲话？还不是独断专行、恃宠骄狂之类的说辞。哼，当然，这些话左右不了大人。只是，如果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，周大人，你这是在使激将法呀？哎呀，陈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呀，倒让下官觉着惭愧了。实不相瞒，我郑大人还有田庄主都想与大人叙谈一番，也好消除一些误会。大家呢是一片诚意，所以我自不量力，一口应承了。这不，已经在这儿恭候大人1个多时辰了。陈大人，给个面子吧。既然周大人如此盛情，臣信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哟，多谢大人赏脸。大人，大人，钱奎要让玉姑娘进牢监，与玉姑娘单独交谈。准他，但钱奎一定要在你的视线之内，你不用听他们说什么，也不要让别人打扰他们。好，给钱奎准备些纸笔。是。再也见不着你了。钱兄，你不用怕，我听陈大人说。来，妹妹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这有羊皮垫子隔巢。钱老贵，再给说个美人的故事好不好啊？小兔崽子，你叫什么？你叫钱老贵，钱老贵，什么？钱老老实。妹妹，你不该回来。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分身无术，
有谁来帮你呀？你能回来看嫂子，我就不能回来看你啊。天一亮，老四告诉我你又回家了，我可是哭了好一阵子。知道是命苦，可是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你能回来守在嫂子身边，足见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。我和我爹走过许多地方，你是我见过的头一个对女人好的男人。有妹妹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钱老贵，吃什么东西呢？这么香，香味儿都传到我这儿来了。把肉给他送去，堵上他的嘴。钱老贵，肉好香啊！妹妹，我问你一句话，别不高兴。你说，陈公子对你如何呀？挺好的，也没吓唬过我。我说想来看你，他就让我来了。哦，陈公子还让我告诉你，先不说这个，他怎么对你好嘞？说谁呀？陈公子呀。也没怎么，就是让英英姐和阿诺都搬来和我一起住，倒是有了说话的人了。是我让他把你们几个搬到一处的。妹妹住那么一个单门独院儿，我怕你害怕孤单。妹妹，你觉着陈大人这个人怎么样？他是个好人。比我好不好？不一样的。他是个钦差，总也一本正经的。他不会说故事吧？不知道。何不让我早结识妹妹几年呢？陈大人，田庄主听说您来，早就说要请客呀。只因为你和钱知县生出了一点误会，为了避嫌才不肯出面。今天是我自作主张把田庄主约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钱知县得罪了大人，让大人受了苦，折了面子，特罚田庄主当面谢罪。陈大人还说了些什么呀？陈大人说，钱兄如肯悔过自新，他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。只要你手里没有人命，他就能保你不死。钱兄，你没有杀过人吧？当然杀过呀。啊？妹妹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我杀的那几个人，也都是在和安府清水县境内杀人越货、欺男霸女的强盗匪徒，都是有案可查，按律行事的。那，你没杀过好人吧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只要是不该死的，有3分奈何，我也会保他一条性命。我就知道钱兄是个好心肠的人。钱兄，你就不要再跟陈公子作对了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他吧。告诉陈大人什么呀？
就是周文正和郑天寿做的那些坏事儿啊。傻妹妹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这般劝我，是想帮我呢，还是想帮陈大人呀？当然是想帮你了。我说句话，妹妹可别生气。你说吧。你是不是喜欢上陈大人了？钱兄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陈大人贵为钦差，又年轻，也算是一表人才。妹妹当真没有动过心？钱兄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真的生气了。我一心为你着想，你怎么反倒胡乱猜疑呢？别说陈公子有英英喜欢，就算是没有英英姐，我已经答应过你，以后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又怎么会再喜欢上别人呢？妹妹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这是跟你闹着玩的嘛。闹着玩的有这么胡说的吗？你是不是信不过我？信得过我，当然信得过妹妹啊。姓陈的他虽好，可他整天绷着个脸，跟个冰人似的。他就是比我年轻点儿，白点儿，也未见得有什么好。你呀，老大不小的，有时候还跟个孩子一样。以后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就真的不来看你了。不说，不说。再也不说了。陈大人一身正气，令人钦佩呀！田庄主，我早就对你说过，陈大人有名臣风骨，周某也是不得不佩服啊。陈大人，你查了几天的账目，请问查出什么不妥了吗？账目做得十分工整，一目了然，臣信未查出有何不妥。哦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何必要切断你的耳目呢？那不是此地无银300两了吗？周大人说少了吧？恐怕不止300两吧。哦，那应该是多少啊？至少是50万两吧。陈大人真是个爽快人，玩笑也能说得直来直去。请问陈大人，此地确实有50万两银子，可是去年一场洪水全给冲跑了。陈大人，你如何查找下落呀？冲走的只是些泥沙，50万两银子并未冲走，是因为这些银子本该变成石料、人工灰泥的，可惜啊，我并未在决堤处看到这些。请问周大人，在堤上堆些土，倒几车沙子，再修一座小庙，就治得了水了？就值50万两银子了？陈大人，我在和安府管着义府的事，你说的沙子石头我并不知情啊。陈大人，请问你这沙子石头可是从账本上查出来的？周大人，您为官也有些年头了，难道不知道这账是由人做出来的吗？陈大人，
老朽听了半天，陈大人是在说，小婿钱奎没有将官银用在修堤上，而是私拿了，是这样吗？以他钱奎一个小小的县令，还没胆子敢独吞这50万两官银。至于银子去了哪儿，正是我来河安要查的事情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清水的账做得很漂亮，可惜太漂亮了。钱知县的数字记得也很清楚，可惜他记得太清楚了。凡事做过了头，就难免不让人起疑呀。陈大人，你是钦差大臣，手里有皇上的圣旨。我们这些下面当差的，一切只能听命于你。你想怎么查，就怎么查。只要你能拿得出人证物证，我周某这颗脑袋就是你的。好，周大人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陈某有公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告辞了。等到了京城，皇上开恩免了你的罪过，你和陈大人一起巡查办差。不行，别的不说，就他那张脸，整天老绷着，我就受不了。只要皇上能开了恩，我这官也不当了，我就只求和妹妹能过几天好日子，也就知足了。就算你不想再当官了，咱们可以在京城做个小买卖，不也一样过日子吗？我钱奎除了当这个县太爷，别的本事什么都没有。往后的日子，不管什么日子，也比现在强啊。往后，咱们堂堂正正的做人，不亏谁也不欠谁的。就算日子苦一些，心里也踏实啊。我是过过苦日子的人，不会嫌你穷的。你是舍不下嫂子。能和妹妹在一起，我没什么舍不下的。我和燕燕的缘分也算是到头了。她肚里的孩子算我是给田家留下的一个后，我也算对得起他们家了。玉姑娘，你愿意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呀？我听你的就是了。你愿意帮陈公子了？再容我想一想，容我想一想。我觉着呀，钱奎肯定是招了。钱奎如果招了，姓陈的就不会来喝这杯酒。我看他呀，只不过是敲山震虎，咱们呢别乱了方寸啊！他刚直有余，谋略不足。他虽然掌握了一些证据，但不完全，只是一般推理。他手里若没过硬的证据，他敢这般给咱们脸子？田庄主说的有道理。姓陈的想拿我们，哼，他还早了点儿。只是这修堤、分官银、造假账一事，全由钱奎一手操办。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他都清楚。如果这钱奎要是撑不住了，就等于让姓陈的把全部的详实案情都握在了手里呀。周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？
杀。吴权，大人，玉姑娘呢？已经让人送走了。钱奎说什么了？没有。去把阿丑给我叫来。是。你碰到那个吊死鬼没有？钱老龟说他舌头伸出来有1尺多长，可吓人了。你看见没有啊？阿丑，我看你在牢里过得还挺舒服呀。你个小白脸太不够意思了！想当初钱老龟关你的时候，我是怎么照应你的？让他给你送吃的送喝的，还让你随便哪个犯人都能审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听钱老龟讲故事，却偏不把我和他关在一间牢子里头，你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？不许喝！阿丑，你想不想你姐姐啊？想啊，她在客栈里病着，你也不让我去看她一眼。你个小白脸真是个小心眼儿。虽然我偷过你的东西，可是我在王观察那里还救过你啊，咱们早就扯平了。虽然第2次你是因为我才挨了钱老龟的板子，可是后来钱老龟要下毒，又是我救了你一次，咱们又扯平了，谁也不欠谁了，你凭什么还关我呀？你跟我说的这些都是私人恩怨，可你犯的罪，按大清律是要问斩的。我没杀你，已经够客气了吧？小白脸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准备把我怎么样？真的要送给皇上砍头吗？你只要肯帮我把案子查清楚，我或许可以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2句，饶你一命。不过，你得先把你收的那些银子给我交出来。凭什么给你啊？阿丑，我这么做可都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为你好。你收的那些可都是贿银，而且你又是冒着钦差的名义，日后皇上要是追究起来，你怎么应付？要交也得是我自己交给皇上，你拿给皇上，那算谁的人情啊？阿丑，你要是不知好歹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那你敢把我怎么样呢？事情到了这一步，钱奎是非死不可了。硬来不行，恐怕只有用田艳艳下手了。田艳艳怎么会杀钱奎呀？我并没有让他下手，只是要借他的手用一用。刚才不便把底露给田老二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小白脸儿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取不出来。等我出去了，带你一块儿去取，反正银子也跑不了啊。好吧，我问你，你肯不肯替我办差？办什么差啊？帮你劝钱老龟把玉姑娘让给你啊？什么？钱老龟听说你把玉姑娘给抢走了，气得都快疯了。他说你只要敢动玉姑娘1指头，他就立刻上吊，变成吊死鬼来掐你。你看到那吊死鬼没有？不过那个吊死鬼不是钱老龟变的，因为钱老龟还没死，那是一个账房先生变的。行了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怎么帮？玉姑娘已经在你手里了，你还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？你都长得这么白了，还叫我怎么帮你？你叫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吧？这2天你在牢里，都听钱奎说什么了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想让我当奸细，对不对？老子不干。你为什么不干？我当钦差那会儿，钱老龟对我不错，我不能忘恩负义。阿丑，你知道钱奎如果这样下去是什么后果吗？你要真替钱奎着想，那该帮我才对啊！让钱老龟帮你把周文正和郑天寿做的坏事都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你叫玉姑娘来也是为了这个？你干什么？哎，兄弟，甭管怎么说，我们钱大人也是我们老爷呀，我向你喝点酒喝还不成吗？尤二哥，玉姑娘已经带来了。哟，
原来我们老爷有人疼啊，我白费心了。哎，干脆我买也买了，咱哥俩一块喝点。多谢尤二哥，只是兄弟当差的时候从不喝酒，尤二哥还是去找别的弟兄吧。哎，请吧。钱老龟和郑天寿有仇，让他害郑天寿不难。周文正和他老丈人是拜把子兄弟，他这个官儿又是周文正替他弄到手的，钱老龟又是一个挺讲义气的人，恐怕这个主意行不通。玉姑娘说钱奎是个糊涂的好人，难道你不想让他变成一个不再糊涂的好人吗？那我呢？我是好人还是坏蛋呀？你要想做好人，除非你帮我。那我要是帮了你，你会放了我吗？阿丑，放不放你那要皇上说了算。你帮了我，我会把你做的好事儿呈奏给皇上，或许皇上一高兴，就把你放了，还会给你个什么官儿做呢？真的吗？好吧，我帮你，不就是劝劝钱老龟吗？不，钱奎不用你劝，我只让你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让你和钱奎挨在一起，把他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不管我怎么样，你得照顾我姐姐。啊，这个不用你说，你姐姐照顾过阿诺，现在还在病中，我理当有所关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让你娶了我姐姐。这个，臣妾恕难从命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喜欢玉姑娘，你让玉姑娘做你大老婆，让我姐姐做你二老婆不就行了？我姐姐就是喜欢小白脸，你是小白脸，又是大钦差。我姐姐要是嫁给了你啊，那后半辈子我就不用替她操心了。那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他去呗。阿丑，你别老胡说八道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已经把我姐姐托付给你了。你要是娶了她，我就豁出去了。怎么样啊？来人，在。把阿丑带到一旁的客房等着。是。不管我了。想得美。走啊！